望故乡。得将名主话，地道之名，公书主之卡，不以归故，不良性宏完，疏空之仓，不以略夺，不良正恶因。尧舜之德，不以人正，不良并治天下。今有人心人文，人民不敌其者，不可发入何世者，不行先王之德也。国话多善不足以为正。多话不良以助行，斯文不欠不忘，率有求将，遵先王之法而各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积极目的见，皆是以规矩遵行。以为宏完并治，不可形容也。积极努力见，皆是以略夺正恶因，不可形容也。积极心思言，皆是以不忍人之正，利人护天下人。国话为歌必因求良，为下必因传德，为正不因先王之德，可为治后。是以以仁者，义在各位；不仁利在各位，是保其恶无障也。上无得亏也，下无法受也。调不信德，公不信道，君主还义，小人还行，国之所准者行也。国话兴国不完。兵家不得，非国之灾也；田野不平，货财不足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殖民心，上无日用。是话
天之风过，无然烽烽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。言即非先王之道者，有达达也。故话，即然有君为之强，天仙地下为之强，我君不能为之正。将明主话，归故方圆之志也，圣人人伦之志也。若为官尽君道，若为神尽神道。智者大发孝顺之意义，不以顺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，即其民者也。孔子话：道之人有不仁之意义，保其民心，即心弃国防；不信，即心为国色名。是活后类，随孝子子孙，必世不能改也。诗云：温淡不晚，在下何之世，处之为也。第3章，明主话：三代之得天下也，以仁。其实天下也，以不仁。国之所以会享存亡者，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报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报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报宗庙；士人不仁，不报事体。今
恶书亡利若不尽，是要恶罪利终究。第四章，名主话爱人不亲，欢喜人；敌人不敌，欢喜敌；敌人不达，欢喜敌。行友不敌者，该欢求自己。以心静的天下归之。诗文应言配命，自求得福。第五章，名主话人有行言，该话天下国家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心。第六章，名主话为正不然，不得罪恶故色，故色之所慕，一国无之；一国之所慕，天下无之。故派人得教，一河四海。第七章，名主话天下有德，小德亦大德，小贤亦大贤。天下无德，小亦大，弱亦强。夫之者天也，顺天者顺，逆天者亡。这经讲话，既不认定，又不受命，是绝不也。提出的都有无。今夜小国输大国，立体受命宴，是由地主立体受命有限事也。